創世記41章第46節，約瑟喺埃及王法老面前侍立嘅時候，年30歲。約瑟從法老面前出去巡行埃及全地。呢位年輕好勤力工作。我後來諗下，約瑟真係好搏命工作。如果唔係咧，佢都唔會喺佢咁從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到佢咧，個個都超過150歲嘅，幾乎係到佢110歲就過身。冇辦法啦，係咪？你巡行埃及全地，為咗要7年嘅豐年豐收，然後7年嘅饑荒，你點打你啊？佢就身體力行，鞠躬盡瘁。唔講呢咁先啦。當佢30歲嘅時候，佢出行遍地，弟兄姊妹，約瑟喺地上邊睇嚟，一般話佢以前發夢嗰樣嘢咪成真咯咁。其實我諗佢發夢嘅時候唔會諗到自己喺埃及地做宰相，係咪？點解啲人拜佢真係唔諗到？但係一件事情，係咪嗰個就係佢嘅神奇呢？我頭先講過，好多地上人生活都係噶赤貧，後來變咗暴富，首富都有咁嘅人，係咪？咁係咁啊，個個都係咁記載啦。但約瑟嘅故事能夠記咗落嚟，呢個神奇嘅地方，唔係純粹佢在生活上邊嗰種一朝得志，佢嘅歷練裏邊，你再睇佢同雅各嘅對話。到後期佢要嚟臨死嘅時候，佢所講嘅說話，有一樣嘢，我相信在神嘅裏邊，我哋彼此可以提醒學習嘅。單單生活上邊，你以為佢個係約瑟仔嘅發富樓為神奇，你未睇到一樣嘢。約瑟最後，當佢同佢個哥哥講翻說話嘅時候，頭先我哋讀過聖經，佢點講啊？佢話：你哋本來要害我，但神嘅旨意要救好多人。我唔能夠代替神。約瑟一生化腐朽為神奇，佢知道神就係神，佢係一個蒙恩嘅人，佢知道敬畏佢